用讲客家菜题的通来说好料，好料，嘿，我该说哟，客家菜，秋雅店秋雅店，就这间。怎么会找到那么宝贝的爱商店？菜题客家人，客家人。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呀，谢谢，谢谢，安谢谢。你看哦，有豆腐干、猪肉，然后再加芹菜，有吗？刚才没有看到那个鱿鱼。No, I don't see the squid. Here. Oh, here it is. Yeah. Wow. 葱条呗。Squid. Yeah. 然後豆腐干吃掉啱嘛。加加有squid， 吃起來有弹性。哦，等一下我們去找老闆娘，看點用的炒。OK， 我要看他怎麼做，學會那個秘訣。係咪 We can learn the secret.？Yeah. How to make this? 多時間引前引班。 So tasty and delicious. 還有啊，應該是個用的有冇 squid 啊 Squid. 車，哎，睇下呀。所以是有什麼秘密？對，用的車呢。你啊，到有泡泡的前皮，啊，那里料体，哈，那料体皮哈，过来是来剪细讲，啊，泡少水，哦，剪细细的一条一条，然后它温的水，哦，so 啊，泡给它the 4 squid 小时， has to be soaked in warm 是 water. 给它软，哦，再给它煮4小时。用的要浸温水，对，浸4點鐘，好，哎，泡4個小時，然後又要再煮給它4個小時。对， OK，炒，按香，感謝師傅。嘿，媽媽，嘿，你按呢有記得嗎？頭家娘剛剛說用的要怎麼樣給它切啊，我記得 we need to soak it in warm water Yeah. for 4 hours. 炒。 Then you can cook it for 4 hours. 用的我浸温水，泡我浸我4點 4 鐘， hours. 然後又要煮4 4點鐘。 hours. Oh, so 威力呢？ The squid has to be soaked in warm water. 用的我浸温水4點鐘。